老板说再来一首6瓶，对不起，很冷。好了，不能耽误太久的时间，等一下还要搬抒情。好，搬走了啊，搬走了啊，很快自己乱找理由。谢谢你们啊，然后不知道讲什么了。二 B DJ， 哎，原来我少一瓶是这样子来的，你是在后排干多瓶了，对不对？二 B 也是在录很久了。哦，小姐。阿丽辛苦你了。跟一起臭男生，辛苦了、啊。我想到把他们带去部落，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然后真的也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再多人看到你们，然后我把部落的人也邀请出来，跟我一起，给我1年的时间，我让他们我跟他们一起练习，然后看看经营出什么事情可以给大家可以一起分享。应该不只是民宿而已吧。我希望我可以有一些作为啊，当然你们是我最重要的支持啊，我会去唱歌的啊，不会是因为这一年基地移回去台东之后就我都在，好不好？我一样很红啊。唱一首阿美族的歌好了，然后改编过的这首歌，你们应该也都有听过，会唱就一起唱。唱的，我专辑里面没有说这首歌。外面还有卖剩下的商品。刚刚讲自己很红，很心虚。不是强迫你们消费的，你说你可以说我要帮我朋友买，管他认不认识我，就买了然后再跟他要钱。感谢你们认识台湾一个好声音。